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郭强先生。今日又很欢喜又空下来做孕妇保庇同一同的运动，今日同我哋空下来做的是李文先生。好，今日我哋嚟做的运动呢是做游泳运动，伊可以增加我哋的心肺的功能哈。游泳的意思唔係講提踏輕腳啊，係嗰激烈唔係安尼吼，游泳我哋孕婦保庇同一同嘅呢，你游泳你練習嘅動作呢，吼，你按到游泳，要同呢個吸氣個空氣搞個度，你同我哋咧血路啊，吼，你種嘅心肺功能會較好些。今日我哋同大家嚟介紹啲嘅動作呢，吼，要練習心吼。我哋都嚟做體嘅動作嘅解釋嚇，體嘅動作嘅解釋呢，都嚟做踏步，係強鬆踏步啊嚇，因為係游泳嘅運動嚇，一路強鬆，個強鬆一些嚇，一路強鬆啦，更遠一些嚇，都係強鬆，都踏步，有嘛嚇，踏一度下咯，我哋帶下嚟做嚇踏步。天嘅動作呢，我哋都嚟做嚇。扛一步，掟一步，扛一步，掟一步，一路踏拼步哈，踏拼哈，安尼兒童啊哈，要對下邊對人平衡哈，如果呢你冇幫到啊，如果你練哈，下邊安尼練人從前嘅兒童哈，你加個強壯哈，下邊人哋練的話，人身體都加個好，好。在做體上嘅動作嘅話，哈，一路做安尼 V 字步啊 ，V 字步啊，一路數插頓落來，頭前左邊啊，數畫個左邊去啊，再進一步畫平來啊，畫平來啊，體上步呢，安尼壓起來啊，壓起來啊，體上步、體式步。好，擺樣嘅，比方講胸前呢邊哈，好，有左片有右片，好來，拔出去右片，好，平平，別拔出去平平，推下來去下呢，也用隻手呢，不用上來，啊，不用上來，好，然後再邊按呢，都手像擺樣嘅，好，一路 V 字步，哈，好，我哋都再來介紹另外一個。個動作啊，哈，係腳點哈，你手佢擺喺一片嚟哈，腳掌呢壓起來，哈，腳掌壓起來，點一下，啊，點一下跟點步哈，點一下，好，一路跟點步啦哈，我哋再嚟做一個那個。腳腿哈，踏步腳腿嘅運動哈，一路啊踏一下，啊手壓出去，腳上來，再變下來，好再踏出去，手壓起來，腳壓起來，用強鬆嘅方式來，腳起來壓起來，好壓手呢可以壓一個哈，安尼做一道下這樣子。一路游泳嘅運動哈，我哋家是來做對從頭來練習，頭來講嘅哈，你同做假設我哋來做10下嘅話哈，你練習來做10下，我哋更加來做一下哈，做一下踏步嘅動作哈，後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來玩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再來啊哈，做 V 字步啊，好，先踏步一下哈，嚟做 V 字步嘅哈，
左片哦，一，好，然后来啊，拜拜哈，啊，再来反右片，好，然后来，拜拜哈，二，好，然后来，好，拜拜，好，右片，好，再来哦，四，再来哦，好，然后来推后背面，拜拜，好，右片，然后来，好，拜拜哦，好，再来哦，六来哦，好，左片哦，羽毛推上来，拜拜，好，右片，然后来，好，最后2号哦，在右片来，来，好，左片哦，好，再来右片哦。好，左片，好，安尼都再插步一下，插步一下，再来做下一步哦哈，跟点步哦，好，脚站哪方来哦，点哦，有冇？安尼点，好，好来算你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8、9、10，哦，来，再睇下，再睇下。啊，今日嚟做好多那個啊腳腿嘅動作啊嚇，對左邊開始啊，要不要個跳起來？來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哦，安尼看，踏步，哦，按你这样做，有时头戏的话哈，如果天天来吞下啲呼吸哈，比较慢了，如果用踏步的方式，啊，慢慢的踏，好，慢慢的踏，不用下来，好，不用下来。好，變下來去下呢，人家心情咯，會個菜嘛哈，人家心上我跳個多一些，人家心會跳得會個多一些。啊，你更加的做呼吸一下哈，來，開始慢慢的打開來，好，慢慢的不用下來，調一下人家頭皮的速度好，來，再上來，好，再下來。再做一下哦，再上來，再下來，好，好，安尼都一個有氧的動作呢哈，安尼都做安尼一邊的嘛哈，按你個能力較好些的話哈，你都可以做第2邊、第3邊，好，那我哋更加再來解釋了哈。但是人家踏步的話，哈，重心冇咁大，踏過來，啊，一邊的腳呢，不用聳來，不用聳來，啊，踏過來幾下呢，一邊呢要不用聳來，啊，盡量用一隻腳呢，哈，實力一邊的腳，啊，不用上來，啊，不用上來，用個強壯一些的，個強壯，好，個強壯一些，啊。啊，跟我哋打下困難的動作再來複習一下，如講，我哋 V 字步路困難一些哈，那困難一些的話，我哋再來重複一下哈，啊，插嘢位，開始插嘢位哈，左腳呢跨出去挖出來，右邊打出來，退後左腳打出來40度，好，拜拜樣嘅哈，有左片又有右片哦，挖出去，好，樣子可以哈，再挖出去平平嘅嘛。好，退下來去下，綁出來，好，再退下來 ，V 字步，啊，一路 V 字步，一個動作，一個動作做下去下一路規一個三角形的重心的移動哈，一路做個度。好，再來講我哋做一個那個跟點步哈，跟點步你說鬆下來，腳掌啦哈，點，啊點一下。再來，好，再點一下，
有嘛？佢强手些，他声音的用来点一下，啊，声音又自然用点一下，点一下，好，再点一下，有嘛？要录边？好，那我哋接下来哈，录来做高腿的部分的话哈，啊，录来做安尼，一个踏出去几下呢，脚腿一个身体呢，伸出去几下，一个脚放来。 好，假使唔是脚按狗啊，哈，要假使可以脚按的嘛可以啊，你也应该来捅啊，哈，可以捅来捅去哈，好，所以呢，右脚踏下去之下呢，左脚再俾身体呢同时叫出去，好，叫出去，安尼，好，做一道下，都同样头从下做为身体从运动，好，安尼绑出来哈。 啊，所以那个有氧运动呢，我哋再来做最后一边哈，嚟做一下那个啊，有氧嘅运动啊，哈，做一下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我哋再来做踏边步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 10，好来，左边4步啊，1、2，还再来啊，1，好，这到最尾走了，好来，好左边来，好左边再一下哦，好，可以左边做3下，左边右边做3下，也可以做一边一下哈，好再来一下啊，好点一下啊，好。 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来，高腿哦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跳下去，好，再跳下去，好，乱的练习吧哈。 好，一个呢，啊，多谢大家咁樣個傳授啦嚇，啊，唔講而家前輩講到乜個好，一個運動呢，啊都人家結束啦嚇，多謝各位，下次再見。